先生，请这厢来呀。呀，这庙宇好庄严！朕已经走进大雄宝地，固定檀香袅袅烟，满顶里百战今日来恨小卿光残，时不进乱罗汉，怎顾得残残？张先生，为做观音难海破，百亿大事他红脸，是爱是怨，杨柳枝斩甘露洒遍人间。莫非是南海
我是观音菩萨显圣么？嗨，什么观音菩萨显圣啊？她乃是崔相国的小姐，名唤莺莺。嘿，休来哄我，相国千金怎会来到佛殿之下？谁哄你呀？只因崔相国去世，老夫人与小姐扶柩回原籍安葬，因道路不宁，暂寄灵柩在这普救寺内。想这寺院乃是崔相国生前不施重修的，他母女二人就在西厢隔壁园中住下啦。哦，就在西厢隔壁院中住下了。张先生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莺莺小姐去远啦。是啊，去远去秋波那一中，修道是小事，便是那撇是人儿小圣欲借半间僧房，在此之下，也好早晚后共度数十。哦，这事儿得等我师傅回来。因此，小圣明日再来吧。佛地无尘风自扫，山门不锁张先生，待我师傅回来了云峰。长老，阿弥陀佛。就问长老请语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喜。有失应牙先生恕罪岂。敢？先生可是上京服侍的么？小生无意求官，欲借半间僧房，以好早晚听讲。小厮道有仙房几间，供先生挑选。多谢长老。长老万福，红娘姐到此何事啊？老夫人叫我来问长老，几时与老相国做好事？斋公道场都停当了。2月15日，请夫人小姐念香。这是何故啊？崔相国孝女至孝，为报父母之恩，特在老相国去世之后第27个月以后做过好事，再托孝父。哀父母生我去老，想想间乃是一女子，尚有孝亲之心。小生祸害漂
临自父母下世之后，赏我一抹之前相报。基于背银5千，带一份债，追荐父母引领，望长老慈悲方便。这个恐怕老夫人知道不便。哟，人子之心，便老夫人知道，又何妨啊？如此，请张先生、红娘姐产房待茶。我不吃茶了，老夫人还等我回话呢。小生还要到客店搬去行李。我走了啊。告我辞。请便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有礼。先生万福，失礼为何？敢问小娘子，可是茵茵小姐身边的吗？何劳先生多问。小生姓张名公，字君瑞，本管西洛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生日，尚未娶妻。嗨，谁问你来着？敢问你家小姐可常出来玩耍吗？先生，您是读书君子，应知礼仪。是。俺老夫人治家严谨，应门童子，年到12、13岁，非招呼不敢擅入中堂。是。先生读书识礼，不干己事，何劳操心？小娘今后当问则问，不当问的，休要胡说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茵茵呐，小姐，乍相顾，见不得。教模样，母子大爱。果然是座花园，小生自来寺中听和尚们演讲，小姐们也在花园烧香，我不免在局门外等。
着去向那无与远东。田小姐只高兴什么？此一句香，愿先人早生平静。此一句香，愿老母福体康宁。此一句香，这炷香，小姐不说，我替小姐祝告。愿小姐有个如意的好姐夫。这红娘一高兴，比先父一言须真恨，憔悴脸忙不平息。我再三思量不平，对照着明月空平，无限伤心事，深深一拜中。目前高音一绝，听他说些什么？世间飘零客，寻芳娇觅春。日红梅何土，不见众人。有什么好笑？小姐，一件有趣的事，好笑得很呐！什么有趣的事啊？这个吟诗的，就是佛殿见的那个秀才。听他对长老说，他父母双亡，还没有一墨纸钱相报，想备钱5000，带一份斋，追荐父母英灵。不过是一位清寒的书生罢了，有什么好笑？小姐，您别着急呀，好笑的还在后头呢。那天我从佛殿里走出来，他给我深深做个揖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有礼了。小生姓张名公，字君瑞，本官赛洛人也。
身一字字诉衷情，但我传将进去，莫也弃龙山一心。小姐有人，我们回去把孔老夫人怪罪。哎呦！杂货你口不一，心自细。先听空寂寂，无计东方出，哎呀妙啊！看听他与剧情一缕情，小命儿不忘了还作因你若是愿恭喜好生徒呀心，盼待过更相仇到天明。就是张先生。拜见老夫人。先生少礼。众僧动发起征。天。
师傅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今有孙飞虎带领5000人马直奔本寺而来呀！有这等事，快将寺门紧闭。哎呀，这边日火是好，这边日火是好。哦，老夫人小姐不必惊慌，带我去看来。师傅，那孙飞虎言道速将茵茵小姐献出，与他成亲，万事皆休。如不然，庙宇一为平地，僧俗皆斩，鸡犬不留啊！老夫人这边日火是好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对这边去说，相国在世之时，曾将小女终身许配我的侄儿朕恨，只因父丧在身，尚未成亲，已有婚约，不能献去。老夫人，那这兵言道，若不将茵茵小姐献出，僧俗皆斩，鸡犬不留。哎呀，日何得了？耳边金鼓连天震，好叫我婚礼巧，火力应声。看真云冉冉，土雨纷纷，可照安。哪里去？人尽以为不但母女无耻逃奔，谁是俺崔家的救命人？事已紧急，不如将女儿送去，以救全寺性命。哎呀儿啊！从了这人，岂不日没了家门？这万万使不得！若要全家万死遭败人，再从晚日没了家门，倒不如白脸讨口罪过自己，将我时辰交予责任，也留过清白之神啊，这万万使不得！小姐，还是等张先生探明情况回来再做商议。阿母亲，孩儿另有一计。哎呀，我儿快说！母亲，不见何人见你恭喜儿情缘，与英雄结婚礼，成亲吉。此计尚可，虽然不是门当户对，也强于宋玉则中。范钦长老在法堂高显，两郎神速，但有退兵之策的。倒配房帘，将英英与他为妻。老夫人，小姐不是已经许人了么？这难中全变从事，也顾
不得许多了。长老，你快去是。快去是。两郎申诉听政。老夫人有话，带有退兵之策的倒配房帘，将英英与他为妻。长公有退兵之策。哎呀，小才呀！夫人，适才老身说的，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配房帘，将英英与他为妻。此话当真？哦，当真。好，如此。就请长老对那责任是，夫人本待将小姐送与将军，怎奈父丧在身，与君不离，请将军汉将所兵，后退一箭之地，待等后3日后功德圆满，小姐脱了孝服，方好成亲。哎呀，张先生，这万万使不得！此乃缓兵之计，只要那厮后退一箭之地，应允3日限期。凭这之备，俺自有退兵之策。但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？小生有一8拜之交的好友，姓杜明确，号称本马将军，统领10万大军，镇守破关。只要我一封书去，他必来相救。此计甚我去拿支笔。是。老夫人这兵已然退却了。请老夫人小姐回房歇息吧。好。张先生，长老是已写好，只是破关离此有40余里，须有一力大恩坦壮之人充斥重围，前去下士才是。我徒儿回命，履历过人，他可以去的。好，唤他前来。只是此人性日烈火，若让他前去，定不肯去。需要言语激他，他便去。好，我自有道理。两郎申诉，听之。既有诗信一封，要下望破关，本马将军那里，哪个敢去？哪个敢去？
可笑这满寺的和尚，俱是贪生怕死之辈，竟无一人敢去待会一名来一迎。不念经文，写传榜，好大不平，就我人难。参见师傅。回命张秀才着你即时普官，你可敢去？嘿嘿，张先生，咱回民从来气饮连软，你即将咱要去，不即将咱也要不去，咱日今日去定了。你居安知非风，莫为己生徒重围。听罢这救命的问的是。红娘子何事？奉了老夫人之命，特请先生小酌几杯。红娘子今日摆的什么宴席啊？你来为雅敬，你来迎贤臣，不请街坊，不会的亲邻，不受人情，比众僧，请姐夫我盈盈，陈酒鸳鸯品。此话当真？哪会有假？是此尊美。不想今日得逞姻缘，
岂非前生分定的？只是小生口中无有彩礼，日后是何？偏找你立头功，举世良人，两方儿恭喜日同定。为什么俺小姐心下是悲怨？是此为你心有才，胸中本万病。张先生来了。拜见老夫人。哎，要叫岳母大人。哦，是，岳母大人。休得多口。我是怕夫人叫惯了，不好改口。张先生，请上座。哟，小生怎敢上座？你是我家恩人做得的，还是请老夫人上座。老夫人，还是您上座吧。日此老身有请了。红娘，将酒来。是。前日若非先生言得有今日，我一家之命在先生所救。今日辽北小酌，非为暴力，诬陷情义。自古道，既人自有天相，此口之败，皆夫人之福。先生满因慈悲，长者慈，少者不敢辞。红娘，有唤小姐前来与先生行礼。是。请小姐出堂。小姐，张先生来了，快进去吧。拜见母亲。罢了，儿啊，张秀才对我全家有救命之恩，来，快来拜见哥。是
身负胸。啊，英英儿啊，与哥哥把战。小生两这快去！若不是以后18万则兵仆，你家怎得存活？当日玉臣是你老夫人，今日办也是你这老婆婆。小姐，您要多保重啊！红娘，快搀扶小姐回房歇息。俺娘把天眷落空了他，许命儿误转了夫人面前，小生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可否？请讲。当日此口相比，夫人言道：“能退则之，以应弃之。”此话可是有的？曾有此话？当时小生挺身而去，作须与白马将军大军救援，才得免夫人之起火，报小姐之清白。今日之宴，原以为夫人履行前言，共沾花烛之喜，不知为何竟以兄妹之礼相待？先生虽有祸我之恩，乃小姐先父在立，曾许下老身之儿朕恨。此番老身携带儿女投奔我兄，若退了朕家婚事，叫老身何以自去？先生高才，不难寻到名门淑女，我备有文银百两，远近四匹，请先生笑纳。哼哼哼哼哼哼哼夫人既然自是其言，小生或谋金帛之物，今日便辞去了。哎呀，且慢！哎呀，红娘，快来！来了。先生今日酒醉，快扶先生须房歇息。是。
生，您少吃几杯不好吗？红娘子，我何曾吃过酒来？子玉小姐，始终一见，隔墙联姻，梦断魂老，指望婚姻有啊！不想夫人自是之言，我张公此生，非殷殷小姐不娶。这件事就是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顺。张先生既有此志，我红娘定要为你们的事儿尽点心，出点力。好，红娘子有何妙计啊？哎呀妈，你别着急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张先生，快来！多谢红娘子，有劳红娘子，多谢红娘子。
姐，您在这听琴，我去看看老夫人，一会儿就来。待我再弹一曲《凤求凰》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，兮思之若狂。凤飞翱翔兮，似海秋黄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张皙待玉兮，欲诉衷长何时见时兮，为我彷徨。愿一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。弹得好啊！其此爱，其意切，令人泪下。夫人忘恩，小姐你也负一谋。你错怪了我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在天涯，你在海角，来我梦中说句话儿也好。这都是俺娘的机变，并非是妾身托痛，如有得我护，巴不得小路安福。小姐，老夫人找您呐。怎见他走将来气冲冲，吓得人心一悸。夜阑人静，女孩儿家之意相后浓，自有儿朝夕不愿心贴一同要放。昔日夫人知我和他妻葬所。
去对他说，务必再之一程。为什么？只是夫人事下有人激怒，好公带不招你劳空，不管俺婴儿无息的糊涂娘，怎肯兵抛球那梦断魂来？
小姐派人探望先生，是大以兄妹之礼，非有他意。若还这般话，必告老夫人知道。我要是不去吧，说我违拗他，张先生又该着急了。哎，没办法，再走一趟吧。小姐呀，小姐，您太矫情啦！您用心了语多语，我好言传诗，毕竟在人前巧语欢颜，背地里愁眉泪眼。张先生在吗？张先生，张先生。啊，红娘子，你可来了？大事怎么样了？不成了，先生，您别傻了。定是红娘子，你不用心。啊！我不用心，差点打下下半截来。你那笺帖上都胡说了些什么？小姐生气了，要告诉老夫人去呢。啊，红娘子，小生这条命全在你身上了。先生，我实话告诉您吧，小姐让我来看您，是带以兄妹之礼，非有他意。啊，若换这般话，必告老夫人知道。糟了！哎呀，可不糟了吗？小姐连个天儿也不回吗？天儿倒有。啊，快拿来我看！哎呀，还是不看的好，哎呀看了更伤心。红娘子，你就让我看上一眼，也好死了这条心呐。那你可不要太难过哦。嗯。竟有这样的喜事！你怎么了？红娘子，小姐骂我全是假的，假的她祝我今晚花园相会。相会？嗯，我才不信呢。上面写的呀。那你念给我听听。好，我念与你听。但愿西厢下，迎风湖半开。就是说，月亮升上来的时候，小姐在等我。等他。嗯，隔墙花影多，一时浓。玉人
姐让我跳墙过来。什么？小姐让你跳墙过来？真是，我不信。这还有假？我张先生是才识迷的行家呀！哟，瞧我们家小姐呀，对我也留心眼儿。张先生，啊，那您就照简行事哎呦，吧。哎呦，嘿嘿嘿我看你怎么瞒得过我去？哎哎，红娘子，哎，红娘子，红娘子，竟有这样的喜事！哎，太阳今日下山，为何这样慢呢？安得好一公，舍此一沦落。哎，太阳偏西了，偏西了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太阳落山了，落山了！撞中了，待我关上书斋门，准备看花枝。这早晚了，张先生怎么还没来呀？红娘子，
小姐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那边呢。好，哎，真的是小姐让你来的。这还有假，我张先生是才是迷的汉家呀。别从门里进，他该说是我让你来的了。小姐不是让你跳墙吗？那你就从墙头跳过来吧。来了，红灯记，红灯记。就门外可有人？连条狗都没有。将旧门关好，关好了。你期盼过来，我们在此清爽清爽。红娘沏一杯香茶。红娘再取一碟松子。小姐，你一块儿吩咐吧。去吧。小姐，我替您点香啊。我自会点，你去吧。我愿小诗四句，吉他参戏了记，三番两次，三番两次，把我支开，我偏要一身理苍苔。哎呦！是谁不等待，又趁他来得快，盼他来，又怕他来。分情高，却惜花之爱，为一日月夜飘香满苦雨，怎相送？有知口难开，早知你双双都把相思害。小姐呀，你瞒我红娘太不该。红娘，喜小姐相看待。看小姐怎铺排，待时神情把事情讲。求老配，莫把两用放柴。我姑父小姐本相深深拜。红娘，红娘，红娘，快来！
是小生。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这扯到老夫人那里去。啊走，对，到老夫人那里去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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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姐，扯到老夫人那里，怕坏了她的名声。我替小姐处置她吧。张生，过来。跪下。你张生，你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说为何隐逸至此？这张生，你可知罪？小生不知罪。谁着你一日人家，谁天作贼？那小姐，看在我的面上，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起来，起来。先生虽有救命之恩，恩则当报。几位兄妹，忽生此喜，若被老夫人知道，先生或以自哀。今后莫再如此。明明是你捉我来的，却又只许都还家。羞不羞？你这个才是你的行家。得了，回去吧。唉，小生今夜负病而来，不想遇到这场晦气，叫我有口难言，有病难医。你家小姐断送我的命了！哎呦！
这场气还不会病得这么重呢。好妹妹，救人一命，你就送去吧。小姐，您可知一乡一德离愁病，妙药难医肠断人。好妹妹，我这有防护。俺虽不会发酒深圳，却身死救苦难的过是因。真的？哎呀，小姐，要不是您，一时也救不了他呀。你说方儿令我参退而亲，夫人她忘恩，小姐修复心记得因，一着银角儿连银，侧着耳朵听清，小姐呀。自幼儿承蒙多怜悯，姐妹一样亲，红娘从来靠儿亲，修房我这贴心起意的人。就来女儿手，风言风语，娘心
了有。唤红娘闻音有，红娘快来！来了来了。老夫人，您叫我吗？跪下！哎呦，好端端的，为何要跪下？叫你跪你就跪。跪下就跪下。红娘，你可知罪么？红娘不知罪。你还罪应啊！你若是是，我便饶你；若不是是，我只打死你个小贱人！谁着你和小姐到市寨去来？书斋，不曾去，谁见了？唤郎见你们去来。呀，市寨是，可曾有？可曾有？小心我用家法抽你！市寨是原本有，任凭夫人后不怕家法丑，向国父理发手，定然怕去丑，常人们所信告示是真有。快是自从因果难婚，啊！你是些什么？自从因果，悔婚既有。你小贱人！我叫你是！哎呦！我叫你是！哎呦！我叫你是！夫人呐，自从那日死了以后，小姐终日泪淋眸，一代肩宽要举手，三根衣裳来梳头，总把双眉皱。莫非他病了我？他呀，听是张身的酒，与红娘背着夫人去市寨问候。兄妹问候也就罢了，为何背着我去？那张生他是些什么？他说夫人得了救，反将恩作仇，小姐妻变媚，小生喜变忧。他还是些什么？他是道红娘的妻心情，啊！小姐全是陨落后。他一个女孩儿家捉他落后，哎呀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！此事我绝不罢休。哎呀，老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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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真是我之过呢。红娘常听夫人讲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当初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如不将小姐送出，鸡犬不留，使夫人让长老在法堂喊道：“两郎僧俗天斩！”但有退兵之策的，刀陪庄莲，将茵茵许他为妻。可是有的。有的，此乃退兵之策呀！好个张生挺身而出，一封书信退了责兵，保全了小姐名节，搭救了全家性命。这亲事本来算是定了，谁料您过河九钗桥，宴席上逼着小姐叫哥哥。夫人，您说话不认账，岂不是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吗？这红娘是替老夫人着想，您想啊，夫人您有言在先，小姐就不算越礼，有此一端，全是夫人所逼。眼下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老夫人若不早期此事，张扬出去，一来便辱相国家声，二来小姐羞愧其恼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夫人您后悔可就晚了。此事我定要尽管处置张生，这过亲手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您这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若要经官，那官府推详其事。老夫人，您先有治家不严之罪，忘恩负义之名啊！依红娘看，别人经得官，夫人您经不得官；别人丢得丑，咱们相国之家可丢不得丑。事已至此，老夫人您不如高抬贵手，成就了这段亲事，一天的银菜也就散了，岂不是一好百好，免愁免忧？我的老夫人，您何必为儿女之事结冤仇啊？养了个不孝之女，带进官户，连日家门罢。俺家无犯法之男，再婚之女，也只好预料那死吧。红娘，有唤小姐前来。是，请小姐出堂。红娘何事？小姐您大喜了，喜从何来？适才老夫人问起书斋之事，我就实说了。啊，小姐您别着急呀。如今老夫人家
至此，见官忧愁，又爱相国人家的名声。红娘有到书房唤那禽兽来，禽兽，张生。张先生快来！红娘子何事？你们的事发了！啊！老夫人的棍子在我头上滴溜溜的落，我也顾不得许多，就实话实说。哎呀，你这便日后是好，这便日后是好。你呀，真是个银样拉枪头。别怕，如今老夫人把小姐许配给你了，快进去给岳母大人磕头去。哦，张先生来了。好过读书之力的秀才。嘿，快给岳母大人行礼呀！哦，是，岳母大人请上，受小婿大礼参拜。起来，夫妻对拜。张生，崔家三代不招过一女婿，你明日便进京服侍去。我与你养着媳妇，此番进京得了官来见我，错不中啊！休来见我。老夫人3日以后再启程吧。秋闱已尽，不可迟延，明日一早启程。
近前来，即使自家千卷，不要拘束。按今日将应应于你，到今时休日末了，暗地孩儿，怎传一个状元回来？张先生此去，定能高中。小事托岳母应应霸占。先回去了。张先生此去定能高中，老僧准备买登科路考。多谢长老，一路顺风。备车。霎时。
在前面等你。东马儿相随，三千关马秋风。最难调虎，最须将息，还存于如面一遭，夜蝶风霜，情要去。明秀要一春，余年无消息。我这里情乱如洗，须平静。你休要金榜无名誓不归，盼只盼你真情永不移。上世分别，或是相聚，身负千山万水，将心儿留于这天高地厚情，自带刀海苦是难事。男儿泣泪，休想红颜吹，但有情中相聚。张先生，看天时不早，该启程了。娘子保重，小生去。